南向，南向一個園內嘅景觀南向，望住我哋小區嘅環境，綠化園林，非常之舒服。當年曾經100萬買翻嚟啲咁嘅戶型，105平方，3房2廳2衛，南向望園內，仲係雙人台嘅。廚房出去呢，出邊仲有一個人台，非常之舒服。當年呢啲戶型嘅價錢係相對比較貴啲嘅，因為呢3房係好適合好多家庭使用嘅，特別呢有2個洗手間，而且呢佢啲房間呢啲衣櫃啊同埋個榻榻米啊全屋定制啊，都已經全部做好晒㗎啦。包括我哋嘅主人房啲衣櫃呢都已經做好晒，你只需買張床呢就可以拎包入住。今日呢總價只需要80零個就可以攞低一套南向園內嘅景觀嘅3房。有興趣嘅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我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